有嗎？Set。決賽名單公告，我係男子 U14 100米決賽名單。第一線前落 TPAA， 第二線梁家級 MOS LPF， 第三線譚希榮 SSC， 第10線李敏豪 HKM， 第五線許卓輝 CSWC， 六線李康寧 WOF， 第七線林君航 SPKPS， 第八線陳廷翰 HBAA， 重複第一線陳樂希 TPA， 第二線梁家豪 MOS LPS， 第三線譚希俊 SSC， 第四線李敏豪 HKMS， 第五線許卓